就這大家攏要買兩人酥，即馬鐵湯牌哇，真受歡迎啊！這就是中華家樂人氣的產品兩人酥，67000粒馬上訂完啊！另外，全台灣24個這同款的公家機關啊，其實都有真出名的商品啊，比如紅紅酥啦，比如這個蚵仔溜酥啊，種真儕支持者，所以人講這個鐵湯牌吼，大家啊緊搶來買哦。當作真實手，甲兩零甲紅豆芽包要去面切來睇，佮斟酌佇咧表面擦前兩零顆。做兩零酥的，毋是專業做胖的師傅，是來自中華感覺的受刑人。今做兩零酥，講是全台灣上歹搶的鐵湯牌月餅，就算今年季節開放人訂買，隨口搶了了。今年預計也是10萬顆，那我們昨天開始預購，預定數量是67000多顆。哦，那在9月11號之前的這個出貨的量都已經飽和了。副店甲長講，今年禮盒為1盒10粒，改做每1盒8粒。去年平均1粒41塊，今年計到47塊半。主要受到原物料成本起價影響，加上改用品質愈好兩零來做，所落來第二批敢若剩33000粒，都要等到9月再個開放民眾訂櫃注文。除了他們給他們肯定之外，那也可以幫助他們將來在社會上找到一個新的方向啊，有一個謀生的契機。手工做月餅，並不是中華感覺照顧的，為家人到地湯，甚至外島偏湖，全台灣南北二路攏總24位矯正機關攏有佇咧賣中秋禮盒，其中別個寫價商品，真儕人推薦台北感覺的紅紅酥，嘉義感覺的三 Q 餅，各高雄第2感覺的紫歐流天酥，甲屏東含南投看守所的綜合月餅，各地攏有招牌口碑。中秋節1日後鐵湯牌月餅，大家聽到名攏興起起，想要聽。